捌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甲蜜甜。大江的呜，爱下落雨，做伙来呜，音乐才有。大家的呜，音乐情舞，换你来呜，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两千八点。我熟悉，记录是落什么记录内底老的沙漠。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错，搞看让人知。一定吃海产，我要小摇滚爱未来。打倒三明治这歌就是心困，希望听众会让你歌词内底会让找到个电影。我听讲了。音乐大赏进前，迄条青照都有着迄个高雄的南面儿歌有入选安尼。迄个时阵想讲吼，哎呦写台语歌敢若较够着奖。我的故事已经无看你，搁再解说嘛是无较绝。自由自在，充满人情味，这是我对这的记忆，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人生百百款，逐工拢有足侪故事在发生，有的会当写做一首诗，有的会当做成料理，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即马对我做伙感觉，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海味61号。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我是爱听团的热夫。今仔这是一个汤厂，我甲一组人约咧食。听讲因为2019年就开始组团，而且组团了无几个月。因就去简单生活这个舞台顶来演出，听起来是足赞的。也毋过我有听到人伫讲，因组团这一路来哦，敢若无甲了顺心呢。我想讲，今仔来问因看卖啊，是哪位，还是讲是发生啥物代志，互因感觉讲无顺心？Hello， 这就是咱今仔海味61号的来宾。大家好，我是泡到山沟一起。恁啥来想到讲要号这个名？因为阮进前咧组乐团的时阵，就是头一个拍鼓的歌手，伊的身躯顶穿一领衫，迄领衫顶管有一个红仔册，是迄日本的星期龙珠。我知。有一个台词是讲，打倒赛亚人会让赛亚人变得更强。美国有一个迷音，甲改做打倒三明治，会互三明治较好食，对。所以咱就是迄时阵唔知要号啥物名，就看到伊穿迄领衫，就讲安尼，咱就叫打倒三明治安尼。恁一开始啊，拢是用华语咧创作，尾啊，咱想到讲要去改用台语来写歌。应该讲感觉来的时阵，就是看迄个感觉，去对照讲要写安怎感觉的歌。原本来是讲想要互时大人听有，因为阮阿嬷拢讲你的声音拢唔知咧写啥物物件，我就想讲写台语，结果伊嘛是听无，因为伊讲伤大声，伊讲伤大声，迄乐器伤差。伤大声，所以伊嘛是听无。我后一条就是目标爱写互阮阿嬷听有安尼。好，讲到这，我就要想讲，恁的头一条台语歌是伫高雄才写出来。对，因为阮较早伫迄个树顶读册，
迄时阵就是甲另外一个乐团叫做薄荷绿工厂。嘿，啊，咱迄时阵就是耍做伙，啊，因有一条歌叫做《咱的笑容》，嘿，所以咱就是迄时阵耍做伙啊，就做伙写迄条歌安尼。是啥物缘分，互恁这4个人结做伙？ 19年的时阵组这个乐团，啊，毋过即摆人拢无共啊，拢无共啊嘛，就是人拢换一拢换一回来去换一回啊。啊，是讲安尼对恁来讲有啥物无共款无？对我来讲影响就大。所以你是19年就伫啊对啊？对，对。啊，毋过迄位是阮大学的时阵，就是就熟悉啊，就熟悉啊，伫学校嘛拢有耍乐团安尼。啊，即两位是进前原本迄个吉他就是伊较正，啊，找伊来代班安尼。哦。嘿，啊，就单单的就变。单单你就想讲啊，无咱来组团好。对，变咱拍鼓安。哦，安尼哦。直接拖起来。恁19年就开始组团了嘛？嘿。啊，无几个月，恁就去有 Street Voice 甲恁访问，佮有去简单生活这个音乐节去演出。我有听到讲恁这19年开始组团以来，敢有拄到一寡较无顺时的状况是哦？对，组这个乐团以后就开始 COVID， 做了迄张啊去录音，啊录了以后就拢袂使表演，啊啥物拢袂使，啊刷落来就是无确定讲要耍啥物音乐的，无确定讲要做啥物款的音乐。嘿。加上咱进前的贝斯手，伊就是一直带伊去表演啊，要去巡回的时阵，就拄好伊就讲啊，伊无法度搁弹安尼。啊，刷来就是第一代的迄个穿迄领衫的迄个人，因为伊本来是弹吉他，啊叫恁叫来拍来拢顾对哇。啊，伊迄时阵还袂准备好，伊就先想讲啊，伊去组别个乐团，啊伊就是弹吉他，换第二个。拍一阵嘛，啊，结果伊就讲啊，伊想要改唱歌，啊，要做家己的专辑安尼。就是安尼，淡薄仔无顺时。对。也毋过，我想讲，你拄仔有讲过啊，恁一开始甲另外伫大学迄当中，甲另外一团算做伙，恁就做一条歌嘛。对。叫做啥？咱的笑容。咱的笑容。有咱来听看看啊，啊，再哪行哪讲。好。一个人。
一个所在。咱的笑容，你讲是咱的理想。团员咧来来去去啊，安尼对恁的乐团来讲，对恁的曲风啊，还是讲对恁集团的风格，敢有啥物无共，还是讲会去刺激着讲有啥物无共款的方式？主要是写歌的，你写出来，画面，甲阮会当有连接安尼，就是三刀一起就做口味的，三刀一起做者口味，然后。爱食不爱食在你啦，对，两个就是出来绝对好食。对，你头拄仔讲安尼人来来去去，我的感觉是讲，进前我较唔知影我想要做啥物款的物件嘛。经过安尼2-3档以后，就是我家己有感觉讲啊，即马有较知影要安怎做。我家己西本是较介意较大声的音乐，较重的。啊，因拄好即两位较重口味。所以咱即马就是感觉讲安尼算起来有较趣味啊，较趣味。啊，气味有较有较下。好啦，这个所在袂歹咧，袂歹，咱来去行行看看，要好。好，咱来行行看，哪行哪讲。好啊。哦，这个有铁机路呢，这较早是长厂，所以我货车要载物件呢。有崩坑。这个哦，哇，有 echo，有 echo。有人讲听恁的歌，恁就是会当搁软搁定，外口酥酥，内底软软，要重的要轻的拢会使。所以若是讲要用一句话来去讲恁的乐团的想法，恁安怎讲？我感觉打倒三明治这歌就是辛苦，啊，希望听众会当你歌词内底会当找到家己的影。我叫讲了啊，我啦就是用温柔的方式去对抗生活上的辛苦甲无奈。莫甲家己逼了遐尼啊寒，但爱找一个出口，互家己会当去解脱，去解脱。解脱无啦，毋是解脱，解脱是排解。我有想到一句话叫做“咪咪啊好了久，土嘛会淡”，就是讲。做一件你足介意的代志，啊，唔知要安怎做，就是一直做，啊，时间久，伊就会有伊的形出来。哦，对，啊，我你，明仔载人打倒三明治。是哦。是垃圾的心，哪会遐尼多的问题？混沌的一世人，创甲无半项，连喘气嘛无彩工。树头的树拢看起，大火哪会烧袂停？万年的云。
什么款的未来？工地咧这土地，空气拢讨债，越碰也不再飞。风中的人会想起，目屎哪会流袂停？天顶的云闪闪烁烁，好好时会落。厝头的树拢破去，大火哪会烧袂停？万年的云飞去倒位，拢是为着斗阵。风中的人会想起，目屎哪会流袂停？天顶的云闪闪烁烁，好好时会落。树头的树拢破去，大火哪会烧袂停？万年的云飞去倒位，拢是为着家己。恁带我来这间店是阮大学的时阵，咱共班的一个足厉害的同学开，因兜开的店。有一段时间，咱做伙去台北，去细厝，想要做伙算音乐安尼，算无几个月就冤家啊。伊就转来高雄做主家的，今仔日咱就是来到伊的店。所以这间店甲恁嘛是有一个关联的对哇？对。好，这鱼汤做青的。青。我捌听过人咧讲啦，现实的生活中充满着无奈的趣味。用这句话来讲，恁这个乐团，我想要问讲，恁对这句话敢有啥物看法？还是讲，恁若是讲伫现实的生活中有拄着一寡较无奈的代志，恁会用啥物方式，还是讲伊用啥物态度去甲做一下化解？我是感觉讲生活加减上拢都有遮的代志，嘿，就是做正常的。我家己拢就爱徛倒摆去山顶绕绕的，去庙啊拜拜呢。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最重要。恁最近敢有听有啥物较好的音乐，讲较好听的乐团，还是歌手？西贡杨阿辉。西贡杨阿辉哦。就是百合花。我上介意的台湾的乐团。好，即马上爱的一个吉他手，伊叫山塔纳。哦，山塔纳。对，我就介意山塔纳。有诶，山塔纳是山塔纳。对，我就介意，我有做几件衫，然后放在遮。你家己做的？那今仔衫是啥？你家己做的？我咧真正足介意的。对啊，因为弹吉他用迄感情、用迄心去弹的。啊，台湾弹吉他少少的，当弹甲伊同款。哦，今仔这三天这面啊，煮食就好，真好食呢。对啊。这就是阮上介好的朋友，伊叫颜希涵。头家你好。你好。拄啊，甲因开讲，讲就讲进前恁伫学校迄阵，恁家己有组团。对。较早大学的同学组团、算乐团、算啊单，你看到因安尼，你家己有啥物想法？咱讲的行出状元嘛。对。所以伫咧无共行业内底，要创造家己想要爱的物件，我感觉对会起家己。知影家己想要爱是啥，那是上重要的。无管做啥，无管伫倒，拢好，拢会使。我嘛祝福我以前的团，我的遮个乐团的团员，大家以后行的路会顺遂，然后会平安，安尼，多谢。阮就是有一条新的歌，就是要送互这个朋友。就是迄时阵甲伊做伙耍音乐虽然讲即马无搁做伙耍毋过我感觉迄段时间是咱就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最感谢伊啊！这条歌就是送我这人。哦，大家平安顺遂顺行哦。所来，咱来听这条顺行，嘛非常感谢拍刀三刀一击，今仔来到这，啊个头家煮这么好食的料理来阮食，谢谢。感谢。感谢感谢。火车送你离开，一个熟悉的所在，一个无熟悉的所在，转来。火车送你离开，迄个繁华的光景，一个暗杂的城市离开。我知影，伊袂倒转来，嘛知影，伫伊的心。时间在行，雨水已经干，嘛知影，伊目眶拢袂红。过去，亲像热天较寒人的面皮，明明是冬落落的歌。怎予阮单纯的心去畏寒？返去，已经不知怎样来讲出嘴。后世人若再来，阮会好声好喙。我知影，伊袂倒转来。嘛知影，伫伊的心内，时间在行，花已经开，嘛知影，阮目眶嘛会红。过去，亲像热天较寒人的面皮，明明是冬落落的歌，怎予阮单纯的心去畏寒？放弃，迄段予人有尽甲咸咸的梦，后世人若再来，爱摕愈多勇气。后世人搁再来，阮会好声好喙。火车送你离开，一个熟悉的所在，一个无熟悉的所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0号，我是爱听团的 Ralph。
我即马踮在这个所在呢，是台东文化艺术中心、大东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套揽着生活艺术甲在地文化的综合性的文化中心。这个所在有淡薄仔神秘吼，因为呢，今仔日要来这团呢，伊嘛是淡薄仔神秘，而且嘛真厉害。安怎讲厉害呢？因为因出头一张专辑，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新人奖。咱来去看卖，伊是偌神秘，佮偌厉害。嗨，嗨，你好，你好。这团淡薄仔神秘，但佫非常厉害的青塘ROE。我想要甲你讲一件代志。你讲。因为有一届我要去听恁的演出，迄当阵啊，阮查某囝就问我讲：“爸爸，咱要来去听啥？”我要来听这青塘青虫ROE，青塘ROE。阮查某囝讲：“爸爸，你念唔对啊！”我哪有念唔对？迄明明就青虫啊！伊讲不对，是回啊。所以这部首吼，若有学较认真的人，就会认真讲这个字嘛，念回啦。哦，安尼哦。对，阮家己是感觉吼，大家吼只要会使会记住阮是啥人，有听阮的歌，啊想要安怎念，阮拢 OK。重点是团名爱完整甲念出来，青塘ROE。对，好啦，这个所在真神秘，我想要拜托恁带我来去看下这个所在。嘿啊，好啊，哪行哪讲。好。而且我阁有听讲啊，当初恁组团迄当阵啊，恁嘛是用一个甲人无共款的方式来去组团去啦。啊，恁是当初是安怎去组团的？阮迄个时阵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毋是讲要组一个乐团，我是想讲要找吉他手、找弹贝斯的斗阵来编曲，所以我就伫我的 Facebook 面顶抛一篇文章，问讲大家敢有啥物厉害的吉他手、贝斯手会当甲我斗介绍，我就一个甲看。看讲哦，这个人进前是有做过啥物款的音乐，有参加啥物乐团，啊，尾啊，就紧啊斗起来，就变成过来青塘。这个所在啊，互人一看就知影讲，真有艺术的一个所在安尼。真有气质啊，像阮同款。对，正经的，因为我有听恁的演出，我会叫你歌声牵起来，牵起来，无去牵起弹，牵起来浮起来，安尼哦，足轻松的啊，足松势安尼。我就愈来愈无生我家己，袂输予无心仔牵去。想要来把这你，我的爱暗也暗袂离，全世界拢总看你你。但是你的身躯边，早就有另外一个伊，甲人相分的温柔。我的故事已经
我就愈来愈无生活家己，袂输予无心那牵去。想要来霸占你，我的爱暗也暗袂你，全世界拢总看你你。但是你的身躯边，早就有另外一个伊，甲人相伴的温柔我不知，也是切切的免相思。我的故事已经无快你，请你通搁检查，你的女主角不是我，不甘切切的放你煞。我的故事已经无快你，搁再解说嘛是无较绝。我的女主角就是你，不甘切切的放你煞。我的故事已经全你，日日夜夜较想也是你，真心不敢来讲出嘴，为怎又到这来拄着你？才予我淡薄仔时间来证明我的爱，伤害着别人是咱不应该，搁再予咱淡薄仔时间来证明咱的爱，无就是来熟悉，是命运不应该。而且我阁知影讲，恁进前去参加一个原创的音乐大奖，而且阁摕到台语组的第3奖。对，是恁一开始就伫设定讲要用台语来做创作吗？其实阮一开始就是找3个人的时阵啊，总共有3条 demo，啊，一条是英语，一条是华语，一条是台语。啊，第一条阮做伙编的就是台语歌，或者青椒。是。啊，伫原创音乐大赏进前，迄条青椒都有着迄个高雄的南面儿歌有入选安尼。有入选，摕奖了后，恁就开始是有去讨论吗？还是讲有去讲就去决定讲，咱就来做台语歌安尼？迄个时阵就想讲吼，哎呦写台语歌敢若较够着奖。大家敢若有较介意安尼，就愈写愈侪。其实吼，像讲阮即马伫台北嘛，虽然讲我细汉是甲阮阿公阿嬷斗阵大，也毋过台语无直接讲，你的语感就会走去，会走进去。所以写的时阵，你有时阵吼会无细字，就写一寡华语较惯势咧讲的文法伫内底。就是所以一开始我写台语歌的时阵，写了我拢会传互一寡长辈，还是讲哦住伫南部的朋友帮我斗检查，讲啊你敢有感觉到一句怪怪安尼？好，这天色愈来愈暗啊，咱来找一个所在好。咱等下来阮歌未开的餐厅，好，哪食哪开讲。好啊，好啊，好，来这边行。好，错咯，谢谢。所以这就是恁的花梅开的意大利 pasta。顶到阮来高雄表演的时阵，因真正是有够古锥的表演线，啊要来签名的时阵，就伫外口直练习讲等下要甲我讲啥物话，结果一开嘴就开始哭，我的印象就深呢。所以制作单位问讲啊，来高雄想要去台，我就想讲，敢会使来这间餐厅来遮食饭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恁的花梅，
嗨，我们站着就可以啊。好，你好，我是爱听团的 rap， 所以你足介意地堂后裔。对，还是介意倒一条歌，大条拢介意。拢介意吼。对。除了介见面，哪讲哪哭了，还佫有其他什么趣味的代志？我头一摆听到演歌是伫咧3年前一个活动，迄当时是伫一个海边，有风咧吹，伊是唱大树公，所以我一听到的时阵，我感觉迄个当时身边的漫步拢做伙咧听这条歌，感觉足震撼的。伊用树仔去做主角，讲出这个树仔的一生，我就感觉足趣味安尼。我转来了，我就开始一直很疯狂的在听他们的歌，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因的歌甲阮的生活拢就有关系，我嘛就介意甘油的，因为我较早细汉时阵嘛是互阿嬷带大汉的，所以我就感觉这条歌听起来足亲切的嘛，足温暖的。过来佫有水花嘛是上介意的，因为真正咧，就甲我介绍加讲一因为我袂煞咧，袂收煞咧。因为阮创业的时阵的过程毋是足顺利的，就是足侪困难的。大概拢足想要放弃，因为阮一开的时阵就拄着 COVID-19， 对，内底有一地歌词是讲西北雨连逼着过去，所以阮大概若是听到这句话的时阵，阮就感觉阮佫有迄个气力，会当佫继续向前行。对不对？考啊，微形状。乌过就好听啊，就对啦。所以就真正感觉伊的歌词虽然拢足简单的，但是写甲足亲切的，我嘛拢一直拢感觉足温暖、足有希望的。而且佫有一个上重要代志，就是即卖晓讲台语的人足少的，所以伊愿意用会当听伊的歌，然后用新的角度去重新熟悉台语的文化，我感觉足珍贵的，所以我感觉因就是足赞。来抱下来，要是真正足介意。不再来理性。
恁即马甲呾嘛发第2张专辑嘛，对无？两地啊。恁家己敢有去讨论讲第一张甲第二张，这两个敢有啥物差别？第2章我们做一个跟吉尼本身的写歌习惯比较不同的方式，想要让他脱离一下他本来写歌的习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歌比较快一点，是，或是一些不同的节奏，一些比较慵懒舒缓的节奏，对，就是跟他平常的习惯比较不一样。因为若讲是我家己先写词，用吉他弹，速度拢会较慢。我本地做代志就是安尼较慢，因为感觉讲安尼逐条歌速度拢差不多，袂使安尼一张安尼听落来感觉就无聊的，所以因可能会第2张开始因就先做 beat， 也是就是一个 backing 的音乐这样，我较甲我的词唱入去，搁听入去，安尼节奏就会较无共款。我个有发现吼，恁第1张甲第2张的专辑内底拢有放一个甲男女对唱的一首歌。对。我想要问讲，是超工要特别放一首这个男女对唱的这条歌吗？是，因为其实伫细汉的时阵，我若听爸爸妈妈长辈唱卡拉 OK 的时阵，我感觉大家在场一定拢有人会点一条男女对唱的歌，比如讲《雪中红》啊，《双人枕头》啊，《爱情限时批》啊。所以我开始咧做专辑的时阵，我就感觉一张专辑内底，若是台语歌，一定爱收一条是查甫对唱的。决定要找搭一个人来甲你对唱，你是安怎去做选择的？阮第1张专辑合作的是一个演员，叫做林柏宏。柏宏其实算讲，伊是阮吉他手的国中同学，反正就是因细汉的时阵是朋友。囡仔伴了对。囡仔伴。柏宏吼，其实是比唱歌才开始行这道。对。所以柏宏本身嘛就搞唱歌的。恁组团甲呾已经出档啊嘛？对。恁真像有去办一个情人的演唱会，是安怎你会想到这个主题叫做烂伫碰椅顶？烂伫碰椅顶拄好嘛是阮就是第2底专辑内底一条歌的歌名。因为我感觉阮第2底专辑规地听起来吼，迄个气氛较冷暖啊。莫讲较冷暖，互人听落了会较放轻松，会较松松些哦，较笑，对，较笑较松，嘿。所以就想讲，安尼烂伫碰椅顶就适合摕来做阮演唱会的名。好啦，今仔非常欢喜啊！这海味61号会当请到青塘后裔来做阮的来宾。点点徛伫这，看世界的变化。300冬真风带我来这，我也搁是一个囡仔。我点点徛伫这，隔壁有一个阿兄。200冬真也搁真勇敢。为我早风挡雨拢唔惊，有一日来了几只动物，阿兄讲因叫做人类，人类讲阿兄发甲真直真水，一定会当换袂少钱。我点点徛伫这，看世界的变化。300冬真风带我来这，我也搁是一个囡仔。我点点徛伫这，隔壁山来一个砖头仔。100冬真叫我大手讲，为我起名对我真感谢。
看世界的变化。300冬真风带我来这，我也阁是一个囡仔。我点点徛伫这，即马住伫一个册拄仔。我的身躯变做一张一张纸，阮朋友的故事拢写伫这。你伫听这首歌的时阵，忽然间去发现讲，这首歌内底有几句歌词，就是你的心情。青葱熬伊，甲拍刀三刀一致。听到因的作品的时阵，会有一种扑伫半空中，也是讲要跋一倒的时阵，有一支手出来甲你牵着，会互你感觉讲有人甲你徛做伙。所以，唔免惊吓。